停止絕食，保重。5月19日凌晨，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含住眼淚去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停止絕食。正當事態有跡象可以解決嘅時候，國務院總理李鵬發表講話，將愛國嘅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同時宣布調派解放軍入城維持秩序。我當時一方面感到震驚啦，因為一直以嚟呢對嗰場學生運動呢都感覺到係一個相當和平嘅一場運動。我覺得冇咁樣嘅需要，亦都感到有啲迷惑。點解李鵬總理喺學生已經宣布咗話要停止絕食、撤出天安門嘅時候呢，仲有一個咁樣嘅決定？6月4日凌晨，官方本來承諾唔係用嚟對付學生嘅解放軍衝入天安門廣場，展開一場大屠殺。據外國記者報道，死傷數以千計。坦克衝過人群嘅同時，亦都狠狠剪碎咗香港市民對中國嘅信心，對香港前途嘅信心。電視新聞嘅大屠殺景象仲歷歷在目嘅時候，中國當權派竟然向全世界報導咁嘅真相。死亡的大學生是23名，這個比較具體，這個數字比較具體。跟住進行大搜捕，李鵬講過絕對唔會秋後算賬，結果又係出爾反爾。中國政府呢喺事前作嘅承諾，後來呢都一一落空，包括不秋後算賬，包括軍隊唔係用嚟對付學生嗰啲承諾呢，後來都落空咗。香港嘅未來呢，同中國政府俾香港嘅承諾，無論係中英聯合聲明裏面嘅承諾、基本法裏面嘅承諾，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嘅。如果中國政府係咁唔重視自己嘅承諾嘅話呢，係好難怪香港人對中國政府係失咗信心嘅。我對鄧小平先生嘅認識多於我對劉曉波先生嘅認識。如果有一個中國人要攞諾貝爾和平獎，我有一點係唔係好明白嘅。點解第一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人唔係中國嘅鄧小平先生？鄧小平由5月16日會見蘇聯主席戈巴卓夫之後，到6月4日大屠殺為止，一直冇露過面。香港人由主觀願望一向支持改革嘅鄧小平，同呢次大屠殺無關。結果6月9號，鄧小平再次出現，仲企喺李鵬、楊尚昆等保守派嗰一邊。香港人對中國嘅願望一一全部幻滅。6·4呢件事呢，當然係中國人嘅一場悲劇。6·4呢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呢，現在我哋未完全清楚。